哦，你衫嘛伤多啊吧？哦，衫搁较侪，永远都欠一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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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啊，你赶这一地，你是要洗衫哦？对啊，即满厝的衫足济，你看，这种想讲要等掉嘛无彩嘛，就先煞摕来洗洗嘛。想讲吼，即满衫嘛是真正足济，你有时阵吼，新的买入来，去搁旧的吼，搁还袂等掉，搁一堆衫，就囤咧遐。就一直定伫咧遐。对啊，研究看卖即满一寡人是安怎处理的旧衫。真的。对啊。嘿，你好。哎，帅哥美女你好。你家是要来洗恁遐白线好衫好好。哎，头家先煞甲你问者吼，即马送洗人敢会足济吼？即马无较早遐济啊，嘿，即马洗衫店收掉2/3，嘿， 2/3，嘿，是全台湾吗？还是你这区？干那台北市，是啥物款的原因？你敢唔知？嘿，大家穿衫较无遐尼啊注重，即马拢摕较高档的衫来洗。对啊，我看内底吼，敢若嘛有藏足侪，敢若人客拢无来摕衫，感觉足侪故事的。是啊，系啊。我会使入去看。好啊，我带你来看卖。来参观一好啊，下。再拜托诶。哇，伤含啦，头家。哦，够多呢。头家头拄这衫哦，一揪去，我举算迄摩西分来，真正有够济呢。而且这看起来敢若百货公司的，你看这衫百种。哦。什么衫拢有，嘿。你遮有迄种人客拢无来摕哦？有啊，嘿，这两领就是代表性的。哇，这足水，看几年啊？这差不多3年啊。3年啊，遮水的礼服呢？啊，这哪会拢无来摕啦？我咧收拾，伊应该无要过用啊。你安尼敢会了成本？比如讲，因为你洗衫拢是先甲人收衫，啊无甲人收钱。无一定咧，有诶有收，有诶无收。啊，你这有收吗？这两领拢无收。啊好，啊，这拜托唔了诶，去啊。咱用节目讲广告一下，拜托对啊诶，来大甲领转去。对啊，唔通安尼啦。对啊，你看来顶甲遮全部拢是衫。哦，遮阁有这种垃圾啊呢？这种旧衫嘛摕来洗。这种古衫嘛，摕来洗哦。哎呀，这种皮的拢爱打洗。这种衫你要安怎知影分辨讲伊是爱打洗啦，还是会用个项目？这就是讲阮是学这专业。亲像即马有足侪衫顶悬拢有迄小小的迄 mark，就是时标，迄你嘛会看足真足的对无？会啊，嘿。啊，你较早你40几年之前的迄时标，甲即马敢拢共款？以前无时标呢，嘿，开洗衣店开到无去总统府开回收委院内底拢有去开回过，这厉害哦！拢有去抗争过，就是要求每一件衣服要有出生年月日。经济部商业司，我们一般的衣服寿命是4年啦。4年哦。哎呀，有真侪衫摕来洗头一摆就挂掉，但是伊就是唔知卖偌久啊啦。哦，就是爱有迄个爱有日出生年月日，爱有日子。嘿啦。头家，我头拄在外口有听到你讲有一个人，伊家伊的衫洗甲迄领口啊，拢拎去啊。啊是安怎？迄个人是啥物款的关系啊？足好呀，他年营业额伊甲我讲1000多亿。啊！啊，有钱人就是这么勤俭。头家啊，我迄领吼，这零零的迄衫就交互你啊。好啦，谢谢啦。我嘛好。哦，你嘛是就对。多多谢你甲阮讲遮侪故事。好，多谢。谢谢哦，我再来提哈。好。喂，头拄迄个洗衫店迄头家啊，迄2领衫哇，实在就有够早味的呢。这就互我想到吼，我较早伫我学生仔的时阵，我足爱去踅一间店，迄间店哦，嘛是拢是卖一寡迄种古早衫啊，啊，搁有年代的，而且搁有古董。我带你来去看嘛，就伫咧遐啦。这2个是无共款哦。我甲你讲，你对我讲，你就知影，伊已经足厉害的。对啊，就一间。大楼呢？一间啊，甲你讲，这足好势。是哦。对啊。对无？我特别哦，若来这种店啊，我拢会感觉
足怀念的。我咧学生的时阵吼，上爱洗就是这种。是，维维你小停者，你这伤含啊吧？啊你真正衫咧破膏，你这是去互狗啊咬着。这伊拢是有故事，叫店长甲你讲啊，店长。哎，你哎好，干巴弟，哎呦，我朋友你咧笑这件衫啦。那是破膏你干嘛想破的，对不对？这会使卖吗？哎啊，这是吼伊的历史。历史，你爱又看卖，这件衫已经几岁啊？这差不多50年吧。伊已经80岁啊，哦，比你较老80年哦，佫会当保存到即马哦，已经足厉害的。因为伊这是杨妹妹的墓。哦，杨妹妹的墓，所以吼，伊会互加压破吼，也是正常的。材质是好的。材质足好的啊。但是真正有人会买遮旧的衫登去有，穿。因为足侪人吼，就是介意伊的文化，甲意义，伊无管吼伊的状况是安怎，伊感觉吼会当收到即个商品吼，伊就感觉吼足满意。对。但是其实我足好奇的，因为我嘛常常看人咧卖迄个古早衫的店，日本嘛有足侪啊。日本足侪。啊，但是迄种古早衫，甲咱讲的迄种二手的，但差在倒迄有位。足大的差别。哦第一个就是年代，年代，嘿哎，参像我都一日来，我都看到真正嘿猫王啦，这都一定是足有年代感的嘛吼。虽然伊毋是50年代吼鸟王迄出生的时阵，毋过伊是吼差不多90年代的。嘿哦，嘛是足久啊。足有文化意义甲价值。愈古早愈老，搁较贵嘛。迄无一定，伊爱看伊的迄个品质，甲品质材质，搁有吼，伊伫咧迄个年代吼所代表的迄个文化意义。店长讲的这衫的年代感，我嘛是无啥物感觉，因为用讲的，敢有无要紧，阮遮吼有 sample 吼，会使互恁迄个解说，你感觉我看卖啊有啥物无共款？你着安领啊，有一个吼是40年代的，啊有一个吼差不多是60年，啊你会当用吼，倒一个哦较老。这人渐渐吼，敢若即马较少啊。较少看到。嘿，即届吼是微微又着啊，哦，无漏开。你搞，无老嘿，学生啊时阵就爱洗这种店的。洗过。店长我足好奇哦，恁店内上贵的是倒一领衫啊？一领，一领就牛仔裤是贵在倒？啊？这个牌子就木塑啊，以我的熟悉吼，爱看伊的这溜啊，有的应该看这后壁，有的后壁都会有泥粉，爱用片的噻。片的嘛是会使哦嘛会用的，有内底可能有小可迄个图啊，啊，迄个无共。因为我甲你讲，若真正有咧收的人，这裤是袂用个洗，因为你若一洗，你可能会甲伊这原本的迄线啊拢破坏。真正足歹用的，因为这种外行的我真正这不知道要内底用。这嘛应该看。嘿，对。你这有写这字吗？是讲叫做刺耳。其实哦，这领吼是差不多1950年的，这领吼要偌济钱6万，喂，你真正足够的6万呢。 6万块的牛仔裤，嘿，你看吼，伊嘛是， 73年伊嘛是有破，嘿，啊嘛是有较落塞的所在，系啊。我无想到，真正坑70几年的牛仔裤会使卖到6万块。其实吼，牛仔布伫咧迄落古早的衫内底吼，伊是上重要的一个物件。对。因为伊较早的吼做出来的伊个布料吼，即马已经无咧生产啦。啊，有的生产伊的布的吼已经倒啊。所以吼，伊即马吼你是无法度去找，像会做甲即款的迄落物件。对。这是根本就是一个历史，对无？一个故事啦。哈，头家买起来啦。无，我看卖就好。甲你拍一折啦。要紧，我迄俗啊穿的。先去当迄落传家之传家之宝。好啦，无你遮个熟悉啦。好，我看有一寡，我会使买。喂，我即马才知影迄古早衫甲二手衫哦，真正就无共款的。真诶，而且讲足侪人甲迄古早衫啊、古董衫当做是宝吼。哦，对啊，迄卖出去迄价钱比新衫搁较贵呢。你知影有一寡人啊，拢会甲迄旧衫啊、甲裤啊来做一个改款。啊，我知影你讲着我即款人，我着定定会甲迄内衫吼、甲内裤吼加的，
啊吼，好冻迄肚布去切刀啊，切奥多摆，啊，搁有迄麦啊吼冷去，吼就放喺保温杯外口，安尼才保温。哎呦，你哪只太高啦你！我讲的是讲，有一寡人啊会去啊收互人迄有啊衫、有啊裤啊，啊来做一个改款，而且伊放伫百货公司内底咧卖，变做高级品哦。夭寿哦，唔通吧？你迄乌新的商店呢？你后白讲，你对我来去你就知影。真的假啦？真的啦，我甲你讲就厉害啦。真正拢是你讲的迄种牛仔裤的。像我之前就是有一帮朋友啊，因去行一寡咧活动哦，我穿因的衫啊。我过来看起就明显的，在电视顶观看，台湾之光。是啊。使去找头家来小甲讲一下，我足好奇的啦。头家，你好。头家安尼穿真足好看的。系啊，这拢是牛仔裤。对啊，我足好奇头家是安怎会想要用这种牛仔裤来去做这种设计。整个永续时尚产业很重要，因为时尚产业已经是全世界第2大污染来源，全世界哦。是哦。第1大是石油，我们知道不能用塑胶。第2大竟然是我们穿的衣服。啊，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你才想讲爱用这个英俗的这个百货公司啊。系啊系啊，啊一开始是你做这个品牌，啊这个品牌主要是用牛仔裤，全部都牛仔裤，还有回收的布料。所以这个牛仔裤，佮有布料是有人管来的吗？哎对啊，啊你这嘛会使管。我这还未啦，我这起码会使这拄买尔，你可以脱下来。啊，是安怎一定拢爱用这牛仔布去用啊？因为我们当初在创业的时候，走所有的回收厂，台湾那种很多回收厂，你就看到很多都是牛仔裤。那牛仔裤要再卖不掉，有尺寸问题，然后布料的厚薄问题。但是牛仔裤它其实是一个100年经典的布料，所以我回收再做了之后，还可以穿很久。那它还是穿起来像新的一样。对啊，因为牛仔裤这种材质就是耐操啦，对，啊，佮加上即嘛，大家人等的牛仔裤是大部分，就多，就多。就多。但是我看你这种是牛仔裤的这种甲做好的衫，拢是你家己做的嘛，还是你有请？没啦，我们还是有在地的裁缝师，很厉害的裁缝师帮我们。哦。啊，我们都是有大概5、6个协会来制作，所以有脑麻协会、妇女协会、家福中心在帮我们拆裤子，再把它拼起来。哦，这安尼就好的对啊，他们也帮助我们啊，没人愿意帮我做这个。因为其实一寡妈妈阿姨吼，伊手工拢介厉害，就厉害，拢足高天。嘿。啊，但是这个创意是你家己讲了，伊才家己。对，阮设计啊，做样品再给他，然后把裤子也都准备给他们。其实足侪拢是可能就干那迄一领尔。嘿，哎呦，无理的啦，都一无理，对，亲像这款。哎呦，我感觉我绝对爱试穿一下。对啊，会使吗？头家？会使啊。好，安尼我去边啊。好，你去穿啊，我洗一个啊。好。我看遐敢若嘛有迄敢若卡棒的，我会用去看卖。会使。我拄仔就咧看这啊，是我们剪下来的布料剩下的，就把它粘成母亲节的花，穿迄素素啊，安尼吼，较素雅的，啊，就应该用一个。歹势吼，大面请来啊！规个人，哎呦，走秀一下。气质变甲足无共款的啦！你穿起来是安怎会感觉敢浴袍咧？浴袍。你这个敢若安尼别人咧怪怪啊！你这太低腰了啦。哎呀，你来，我帅啊！对啦，对啦，啊不要绑。安那安尼好安尼看就对有咧啊。我感觉这牛仔裤的这个布料穿在身躯，哦，迄重量就好的呢。对，而且我感觉这较少年款。对啊。而且比较叛逆一点，有个性。而且感觉这布料吼，足耐操的感觉。对啊，就是应该穿足久的啊。我头拄仔看遮足侪物件拢是甲环保有关系。对无？对。我就问一下，遮敢若1楼嘛是2楼、3楼？2楼嘛有，啊隔壁嘛有。是你带阮来去试看卖。好啊。好。这间百货公司真正赞哦，环保哦。哎，你就先穿的。啊，你行路好好啊行。足乖。啊。哇。哦，袂歹咧。2楼嘛足好势的呢。对啊，这嘛足济吼。哇，
头家我哪会看这个衫，哪会较甲楼骹较无共款吼？对啊，这边是租借，会使租，会使借的。时装秀结束之后没有地方卖，那就拿来这边租。安尼定义嘛是一种环保的概念。你看这书，你若是租去，咱去食喜酒嘛，就是哦哎，是啊，买个啊，你看你就免买啊。这偌水咧，你看。对啊，哇，而且这材质拢足好诶，就好就好。哎很多人参加尾牙都来这边租，因为很多都嘛就喜欢。就喜欢啊。啊，连这迄种离手啊。卡巴买哦。哎，我看咱这衫就多，你要嘛租一领，咱两个配看嘛。哦，真的吗？对啊。啊无，头家你帮我订一个，对啊，你请他们较适合我。家拢会使啦。哎，我甲你讲，我最近知影有一间迄造型学校啊，伊迄间学校哦，毋但是教学生啊讲迄穿插安怎穿啊，衫安怎配，伊佫会固定一段时间哦，都会举办迄种二手衫的公益活动，而且才赚到的钱，佫会去帮助遐需要帮助的人呢。是哦，不是放在家己那地啊。无捐出去。对啊，拢捐出去啦。有意义。系啊，啊你就会想讲，咱若是去迄种二手衫的活动啊，有当时啊要紧吼买衫啥足麻烦的。做种衫的。唔免烦恼，伊阁有专门的老师伫咧现场，甲你讲你安怎配适合你家己。伤悍嘛吧？你讲阁有迄种 pro 的老师帮教你安怎穿插？对啊。安尼足适合咱这种艺人的啊。袂歹吼嘿，啊我就是要甲你讲这个好康的，伊最近哦，就是有咧办这个活动，欸会用去看者。好啊，你带我来比看。行。你看，都是遮啦。雷庆老师在公益的二手衫的拍卖活动哦，迄衫拢足好看的。啊，所以你今日是要带我来遮学习安怎穿插了，搁要做公益咯。当然啦，而且安尼哦，阮两个人合适了，搁会用把这旧衫变做新花样，安尼偌好咧。我需要啦。对啊，来，我看有伫无？找老师看卖啊。雷庆老师，哎，欢迎！哦，你拄啊好有伫哦，真好诶。老师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嗨，老师穿起来真正哦，足流行的。老师，我头拄一日来发现遮看起来无亲像迄种二手拍卖的所在，是安怎会办咧遮哈？哦，这是一个形象教育学院啊。其实阮不定期，阮都会举办安尼的活动吼。啊，较大场的是甲安德老人基金会合办的，迄时阵拢会有真侪有名的人拢会搭上观察。哦，阮学生嘛会观察安尼。所以讲遮衫。无一定讲是家己无爱伫的，吼，有诶可能是拢足足好诶衫。我就想着吼，其实我家己啊厝内底嘛，定定拢会有足侪衫，我拢想讲应该爱整理一下。那毋过我就是毋甘呢，这样呢应该安怎做？很容易哦，足简单的哦。哎，毋过你爱先知影家己的特色是啥物。咱每一个人，咱的身材拢无共款，所以你爱见着你的衫型，你的身材看才会水，才会顺。我是感觉大部分的人，伊的衫肚拢嘛是满出来，对无？对哦，阮兜就满出。毋过定定穿的差不多感觉20%尔。无，我是感觉大部分的人，你买衫的时阵，拢是买水的衫。流行的衫，你唔是买，互你看起来水的衫，所以你看哦，这个衫看起来足水的，前提我的都无水，对啊。安尼你就会感觉家己无水，其实唔是因为这个衫甲你的水，这个衫的水甲你的水是袂合的。就是有一寡衫看起来水水，但是我穿落
就怪怪，就敢流鼻水感觉。所以就是爱找家己特色啊，适合家己的啦。啊，第二你爱准备3个箱啊。哦，三个箱啊。对，第一个箱啊，你会写蛋。第二个箱你会关。哦，爱单调的，是爱关的。第三个你会写你要送的安尼。哦，我无安尼想啦，我都是拢特别拢摕一个袋啊，啊，就安尼拢落入去安尼。对，你若照这个3步，伊就会足紧的安尼哈。第一步就是要下你即摆的身材，伤大伤细，你拢爱家摕出来。袂使讲啊，有一天我会变瘦，我会变瘦，啊，永远拢袂变瘦。你要散早就散啦，对无？对。无下即摆的身份地位，你的工作的，你嘛爱拢家己摕出来，因为其实人是会变的。人阵若变的时，衫伊嘛爱变。有足侪人哦，伊拢会唔甘带伊的衫带伊单调。啊，毋过我感觉真正的浪费，就是摕伫内面无人穿。阵若即摆有人穿哦，其实这都袂浪费。哎呦，就等于你放喺遐，佫无路用，你电做去互人穿，人佫有较清茶，佫较好看。对呢，老师你安尼讲，我就想到前一阵啊，我咧拍戏的时阵吼，都是爱穿足侪迄西装外套。啊尾啊，其实我嘛拢无穿着，结果遐外套啊，佫有西装啊，都拢藏伫咧我迄衫橱仔内底。之前我伫咧网络顶悬啊，我就看到讲，其实有足侪迄外国人哦，因迄衫橱仔无几领衫，啊毋过拢有足侪变化呢，迄是安怎做到啊？法国的女士，大家拢感觉伊是这世界上的最会穿衣服的，上高清茶就是咱法国的啦。嘿，因大家拢会穿出不一样的变化哈，这都是一多穿。少即是多 ，less is more。真厉害哦！这些美感啦，老师你帮我示范一下好不好？有，所以因来买衫的时阵，我拢同因讲，因莫干那买一领衫。安尼是差不多爱几领？差不多12领都有30种。30种搭配的方法。亲像，哦，你爱这领衫？有啊衫，有啊衫。你爱穿这领衫去买伊的裤还是伊的裙？哦。配一个袜裤哦，这是我的衫橱，定定拢会有的。你的时代路啦，你拢定定穿安尼出去买衫，是啊。啊，阵啊，你爱这领裤，你用搁买一个。哦。哇，真有水耶！这安尼配起来就变做安尼有淡薄古锥啊。对，你可能买一个外套，对，安尼你就用去上班。你看我阵啊，搁换另外一领。啊。哦。暗时啊去去跳舞，吼，去夜店跳舞。这换一个外套，规个迄感觉就变做较有个性啊。嘿，对。阵啊，你就爱这领的，你买用搁。继续配，就水的，你去约会，还是甲姊妹啊去食迄，去食咖啡，咖啡。你买用个配这，哇，这就变做讲较较轻松的感觉，应该去洗过。啊，你用个买这领哈，啊这领你用安尼配。哦，你看，配一个这，哦，放喺外口安尼哦，放喺肩胛头安尼，啊对啦，迄外国人拢是安尼穿的。老师，你哪会这厉害啦？其实吼，人会变，你的衫唔免买伤济，因为你买伤济的时阵，伊就会成为你的阻碍。老师，我感觉我今日来你遮，我真正有足济呢，唔那是清茶尔，啊，佫有足济观念拢改啊。因为老师等于讲，咱大家人拢爱整理家己的衫橱啊，嘛是整理家己的人生，会使重新吼去检查家己哦。真的啊，对啊，老师，其实阮两个人今日来找你啊，啊，佫有一件代志，阮有找阮家己的迄旧衫来，啊，这旧衫哦，真正是唔简单啊，啊，佫唔知影讲放伫咧衫橱啊，到底爱安怎用？你敢会帮阮想看嘛办法？无问题，对哦，对我来，好啊。老师，这就是我讲的，阮两个人的扎的衫啦。啊，这是阮阿嬷送的。啊，不过伊送的真正假哦，我真正穿袂着，啊，佫袂用个单调，这若单调哦，这就足麻烦的。嘿，啊，讲你真正。啊，因为我演员嘛，我定要买一寡这种道具啊。我迄时阵就买真正想讲要演迄种漂泊少年兄、黑狗兄，对啊。啊，结果买了，穿完了。就无继续穿啊，所以我想讲，老师你安尼讲了解说，我感觉我这领衫敢若够有救哦。上简单的配色就是中性色的配色，中性色是黑、灰、
铺色的，肤色、白色、咖啡。咖啡色。个卡其中颜色伊配出来的时阵，伊真简单，个会真高尚的感觉。亲像我今日穿的就是中性色对不？是我的袖扣是红的。哎，真的呢。所以这就是中性色，佮加一个色。安尼看起来就足明显的呢。哎，同色系，你看，阵啊红色咱有深深浅浅的红，蓝色咱有深深浅浅的蓝。是，所以每一个色伊拢有深深浅浅的。哎，参像我这穿这蓝色的裤，啊配这蓝色的袜啊，就是这道理吗？就搞的对。是啊，你看，安尼好，看对， 3分加3分。看对。所以哈，你的帽啊，你得把它换成是深蓝色，对，这样子就是深深浅浅的蓝，这样看起来拢白白。那它会很有层次的。层次啊，再来几种很重要的配色的是对比色哈，黑的配白啦，黑的配白，红的配青色的。青色的。安尼老师你确定哦？人常常拢在讲红配青，高棒配，嘿啊，高臭皮，高臭皮。安尼敢有配？对比色哈，伊咧配的时阵，你就爱一个色较重，一个色较轻，一个色较济，一个色较少。哦，亲像可能是红的较济，青较少，嘿，你安尼配起来的时阵才会高雅。亲像你尽量吼，你要用另外一个配色的方法吼，是印花。印花哦，哎，再加上印花中的一色，你有青的，你有红的，对无吼？啊嘛有蓝嘿，的，你有蓝的。啊伊本来的这底色是一个黄色，对，所以吼，伊阵啊配你今仔日的牛仔裤都真好看。哦，因为顶管嘛有拿色的。对，你嘛用配红的裤，你阵啊唔敢配红裤，你用配红的帽啊。跳色，跳色啦，跳色。那是我若配白色嘛会使嘛？比如讲有这种较好的靴子，咱就在顶管找伊顶管有的色，去搭配。所以，阵啊，伊顶管伊有白色，伊就会白搭配的方式。哦，真正我知影啦，不过老师，我感觉我阿嬷真正敢若较复杂呢，问题出现伫伊的型啊，因为这个型吼，就是即摆根本就穿袂着啊，这一穿出去就知影是穿阿嬷的衫，对啊，就是你妈妈阿姨的衫。所以吼，旧衫爱配新衫，新衫的意思就是少年人穿的衫。咱来想看卖，少年人因拢穿啥物 ？T 恤，系 T 恤，牛仔裤，哦，棒球帽，衬衫，较简单的安尼啦。就是就简单的哈。所以老衫配新衫哈，伊就会看起来就婉快的，可很有文化。对啊，就足冲突的呢。对，看起来敢若嘛足特别的吼。嘿对。啊好啊，无咱两人来试看卖啊。好，老师，阮两来配看卖啊好啊。好。啊，你再甲阮指教一下。好，加油。对啊，你毋是讲爱配较特别的？较有赞助的安尼啦。我要我看卖。好。安尼。你用配色看。哦，好啊。咱试看。我来试看卖。这个好的，谢谢。 OK， 好。 阮两个安尼已经穿好啊。有照老师的吩咐去配色，中性色。对。啊，我想讲，若是中性色吼，迄色就卖色水卖跳伤济的色的啦。啊，这 T 恤我有挑工选这种 oversize 的，感觉因为即摆少年人拢爱穿一寡迄种较大领的。少年款。系啊，啊，佮配一个裙。袂歹哦，你两个人是资优生。哎呀，谢谢老师。高十分啊。是啊。 90分， 90分，哎，那不是100？对啊，90分，因为你安尼看会较矮。你若想要较悬的哈，来，咱有一个撇步，咱会用打咱的袖子，手远更起来，手远哦，对，比起来呢就较悬。敢袂？真正假？有呢，因为你这的手看到就较长啊。你这敢若160公分，啊，这180公分。你嘛差伤济啊！有啦，真正有差呢。伊安尼伊会回看较悬，伊的手较长。哦。阵啊，屁股比较大的人，
尻川较大的人吼没，有它也会看起来比较窄。那伊这敢注若嘛意风向。够伤济啊，对无？哎，不是每一件衣服都能来比较。你这不适合，我这不适合气质对你不好。气质无好啦。老师，你看我这衫，我有照你讲的，为这顶悬的色去配，所以我嘛找一个这蓝色的帽仔去配。对对啊90分，还有就这种方法来用，互你古衫变新衫，古蜜变新回应。你去讲噶？好，来，我要抢阮的顾问心仪穿哈。哎呦，我来啊！心怡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心怡。伊拢带伊真济古衫，伊拢带伊变新衫。有3种方法。第一呢，就是你若有一款较有纪念性的衫，你就会使甲它变做别项物件，是这个鸟的枕头，伊原本是一领 T 恤，然后就真正是阮翁介介意的一领 T 恤。但是参像这种布，这是要哪运用啊？我若是甲你买，这个布就是为真领顶悬拆落来的，这原本是一丝用装啦。啊，欠过我穿的时阵，感觉咧长度怪怪，无适合啦。无适合，我都改做一个一领长裙安尼。哦，你家己做变长裙呢？对啊，搁一蕊花安尼。啊，放伫咧这 T 恤顶悬安尼，都敢若是安尼一组的啦。我感觉是就袂讲介奇怪。系啊。好，扫落来，咱就来试看卖，就这领啊，这个纽啊介水对不？对啊。咱即马就来甲伊贴落来啊。贴落来。好，来，这有夹刀。好，来麻烦你。所以原本的衫可能有歹去。对。哦，这纽啊足水的呢，这真等一珠的。个我来甲伊，加一个这个衫在顶悬。人毋是讲穿这种环的较大裤，这真的假？横的线条哈，其实它反而会比较瘦。那只要它横的是规律的横。譬如说，1公分、2公分、1公分、2公分，这样子它就会瘦。哦。可是如果它的线条是很粗的话，这样就会胖。而连续性的直线条是会胖的，所以你看足球员都是穿连续性的直线条，因为他们想要看起来壮，看起来较大，较大些。哦，是安尼这些合理分散。哦，是甲迄线条的迄个长度有关系，看度有关系。第3粒。第3粒。好，3粒就好啊。啊，你用一边还是2边拢爱用？我是感觉一边就好诶。2边拢有诶。弄的话，你的肩膀就会变得很宽，哦，就会看起来比较壮。啊，这是为什么啊？因为在肩膀上面的横线条，亲像巴蒂安尼哈，这嘛是算是横线条哈，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巴蒂以前尽量宽起来就很壮，OK 就用对不对哈？咱大拄仔讲这块宽起来会较算是连续性的。好，啊，不过刚刚一条呢，一条还是2条，安尼就会看起来较大。较大些。哎，阮在讲话的时阵，老师已经填好。对啊，已经填好，我手手爱加紧。对啊，对啊。你是专门在改衫，一看就知影。手纹啊，吼，是真歹做的，所以你不爱的衫的手纹啊，你用来伊加掉。哈，你若带伊加掉哈，你有一挂衫是低纹的，低纹的，或者是没有袖子的，这时候它就可以使用。譬如说，我现在把它把手纹加落来。嘿，我即摆手纹把伊加起来，来，好，我试看来，我得我下。嘿，安尼。哎，好看诶！真的哦。真的好看诶！其实安尼真好看哈，来，阵若伊有缎带哈，伊的缎带就安尼来绑起来，所以一个缎带就一个蝴蝶结就下来，很好看。这样呢，用起来都是无同款的衫吼。对，这个就会很好看。我无想过一件 T 恤是变啊。对啊，所以咱今日安尼学遮济吼，你敢会应该甲阮小经历者？我是感觉吼，所有的重点是安尼吼，每一个人拢是独一无二的人，每一工拢是独一无二的一工吼。咱阵也会用穿对衫，每一个人拢会用看到伊天生的美丽，佮原本的缘投。对啊，为生活当中的美丽。是呢，老师讲了就好诶。衫穿了爱欢喜。嘿，对。对。
感受到满满的艺术感。阮两个人今日哪会遮尔有气质啊？来看这展览。迄是当然的，咱生活爱美丽，就是爱看这种艺术，来提升家己的美丽。每一个拢足水的，你看这个足特别的呢。真的哦，这是立体的呢。而且这敢若是用真正的树呢。对啊，你看这水枪呢落来了，你感觉还会听到声嘞。足水的咧，你看这啊，哇，这是一张图案呢。这搁较大张呢。这感觉应该就是同一个作家吧？你有这是我做的，这你做的？这我做的。啊，伊衫穿得一模一样啦。真的呢。这袂讲骗的啦。你足厉害的呢，这是安怎用的啊？这是用迄个环阳树胶做的。树胶？你看这大自然哦，你要用这种技术哦，甲放在内底，你这绝对是 AI 哦。对啊。不是。哦，知影3D 列印。这是用手工做的。手工。嘿。来，这就是我做工课的所在。所以头家你拢是伫遮创作就对啊。我唔对。我看后壁就一个插头的呢。哦，真的呢。香味的。香味，这有 Hinoki 哦。这内底有迄台湾的 Hinoki，还有迄小楠木，还有迄越南的快木，加迄种桃花心木、香樟拢有。是安怎一定要选这种？你用一般的敢袂用的？其实哦，我是选迄个形，加迄个气味。因为大一种形头家看起来，迄个艺术感无共款。是。对无？所以你是选形较重要。对啊。巴蒂，我教你做一个乌大帽的迄麦子做。这内底是我发明的色，迄叫做马祖的蓝眼泪的色。哇！咱我教你做一个迄种海印的迄白珠啊。哦，就我即摆桌顶看的这个。是。哦，看杯啊，就对啊。对。看起来嘛足困难的，你看这海印的色，这要安怎创？对啊，这是要安怎用啊？你放心，交我来处理。轩哥交伊处理。阮头一步要做啥？我若是要做这个麦子设计。第二步，阮就是做这个轻，咱个把蓝眼泪的树胶灌落，等3到4天，互伊打起，打起了后，搁甲摕出来，甲伊磨筋，安尼就会使。咱这个艺术品要做，无简单呢。先做一个轻。安尼，阮就开始要来做。伊这轻就是爱看你即届要做偌大工去做。对。先甲伊落空，搁锁螺丝。爱先软空。哦，这真正无简单呢。这系你讲安尼用来用去，爱一个作品就爱用遮济工啊。是啊。所以每一个作品拢爱家己用轻哦。嘿。头家你手会惊哦？袂。我淡薄仔带。地杯你敢用啊袂歹呢？你有经验过？我咧厝的定咧收遮刀啊、椅啊，这有做查甫人。你心好男人哦。对啊。来慢慢来。啊，足力气的哦。安尼就会使，咱先搭一个贴布者。这跟较一般的贴布无共款哦。这种贴布就是，互迄个树胶袂粘伫原顶。你买一般的贴布就会使。搭这贴布的时阵啊，你要甲伊有小可重叠的伫内底，这无甲伊倒好，树胶就会流出来。哦。所以我若伫厝的，我想要做这种树胶，我就买一般的贴布就会使。嘿，来你继续做。好，安尼会使。好，下班。啊，你搁摕这热熔枪是要做？这我们用这些热熔胶甲这内底搁封起来。因为这搁有芳啦，你等于爱甲规拢封死去啦。哎呦，这一开始你唔知影的时阵，你就要一直饲，才知影咧，这后壁拢爱甲伊连起来吼。对啊，安尼较真济啦，才袂流出来。好，安尼我这轻该完成啊。这轻就完成了。啊，微微咧，微微要爱做啥？再一个我准备物件互伊。就是找这种圆的插头就对啊。你先放伫悬顶，准备迄树胶啊，互你。好。加个这色。这要用调的哦。嘿，要用调的。即摆要先调色就对啊。我先调色，这内底就是环阳树胶。树胶啊。嘿。自己混呢。嘿，是的，这个是。啊，这青的。青的，
海印本来迄个色本来就无共款。啊，亲像我拄仔有看到你白色的，就是一般的颜料，安尼落去教，落去透的就对啊。是的，做互你看啊。够厉害。来个拢想袂到。迄色真正较水呢。真的哦。你遮尼样哦？啊，我即摆敢就爱你一步我一步。无要紧，你是看我做。哦好。哦。这内底啊，我拢来调节。来，我就把迄海浪的色就放伫内底啊，就放伫周围遮。放好了后，我就摕迄种热风枪，嘿。热风枪。该吹者，这种做个效果较好。啊，真正海用呢。迄风真正烧的呢。啊，这用吹风机嘛会使啊？会使。哦。看像你安尼做这海印啊，做到遮尔水，遮尔自然啊，有啥物美感无啊？你要控制你的力道，你的热风枪你的吹的时阵啊，看伊的海浪开始叮当的时阵，搁甲伊吹出去。你看即摆迄形就出来。哇！哦，啊，即摆我搁摕刷甲伊放伫悬顶。这海刷安尼放入去，迄感觉就出来啊吼。嘿啊，放的就等伊打就好势啊。因为这拄仔安尼放起哩，就是连在这顶管。对。所以顶管刷的顶管免讲用加落去补嘛，免，伊就直接连掉就好啊。好，来把伫咱那个选迄木材。柴，安尼去边仔搁切嘛对吧？嘿对。我来试看卖。加油哦！我两边要等来看你的成品。好，较青色的吼，莫伤济，啊蓝色的较济，所以我即摆就安尼。所以我白色的就爱，甲这青色的较哇，安尼啊嘛是唔免伤济，安尼应该是差不多安尼啦。啊，过来我就爱用迄个热风枪。安尼好，安尼阮后一步要创啥？阮头拄仔用好这坑啊。即摆你要选这种木头。哦，啊这啥物茶？这种是黑檀木。所以阮即马赛事爱用切的对不对？对。来，这交我来就好。好啊，切好啊。来，放进来底看嘛。比对，拄啊好呢，赛事拄啊好，啊咱来用迄，加迄树胶。啊，那差遮济。好啊，袂啦，微微啊。哇，艺术家啦，厉害咧，轩哥。我笑啦。对。那安尼啦，差得跟你用的来差遮济。对啊。无要紧，迄效果嘛是袂歹。笑死人的效果。笑嗨的效果。哦，啊，我这哪会安尼啊？伊吹拢吹袂叮当呢，袂叮袂当呢。那就打去。安尼无要紧啊，你嘛是咧甲完成，那就变你家己的作品啦。因为你看吼，这真正就困难。阮头拄仔看你做，偌简单呢，啊结果家己来做安尼咪。安尼啦。其实你刷用起了，袂歹呢。够较歹吧？袂。看起来较正常啊。这毋是恁两个人嘛安尼甲我安慰呢，甲这差足济呢。恁若两个抗做伙就差足济。这即摆安尼是几高呢？没啦。我是感觉我的老师人就好。安尼这先等伊打者，啊你先。那我先摕物件调水白。你看这拢是美感，因为轩哥即摆调这个吼水白，伊这做出来吼，才会细细角角啊，安尼真济啊。对啊。好，安尼你帮我用胶。好，来，我这用这树胶先放伫内底，互伊下骹会黏好掉。黏好掉，所以这吼插头爱放啊足大的。所以我看你后壁放的遐个插头拢是要用大嘛。嘿啊。迄无大也会变形啊。伊讲你若是走水出来，你这就害去啊。水分会走出来的时阵，伊会就会弯去。每一个步骤拢爱足认真的，你着无注意，啊，这作品就会失败。哦，亲像你咧做遮啊，这种作品吼，你即摆感觉有咧对你家己有啥物新的挑战？读博士班啊。为了这读博士啊，是讲读博士来做这。因为我想讲，甲这种
这种技术，甲这种艺术品推广到全世界去啊。哦，真正无简单。啊，后一步要创？我调这个树架，哦，好啊，巴弟来，好这互你倒。这算讲上重要的一步啦。嘿，对。哇，有迄敢若迄个蓝眼泪迄感觉呢？还佫较济吗？无要紧，较济，较济啊，安尼就会使。哦，够水的啦！敢若一粒青呢。不敢吹者，伊表面的气泡就会破去。哇，老师在吹这海印的时阵，就敢若真诶在外口看的感觉。嘿，出水的。这是要安怎去保存啊？一般就是要互伊放一个受高温的所在。啊，若是讲要互我这个作品吼，拢无去啥物影响着，应该嘛是讲莫摕一寡内的物件去家己挂，对无？对对。对啦，啊，亲像你这，你就会使尽量甲挂。你有看有菜刀啊，时候你讲倒来挂挂。对啊，轩哥有讲伊会应该帮我救啦，对无？你若你这边救你这安尼嘛水水啦。你知啊，毋过轩哥，你讲阮这爱等3工，啊，阮两个因为有家庭爱顾，可能无法度等遮久。有迄种伊完成了会变什么款？好，像这3工了后，阮脱模啊了后，就是这个型。啊，那你看起来粗粗呢？像阮上尾搁家磨毛巾，对，毛巾就是像这个，这个感觉就出来啊，蓝眼泪的感觉就出来。伊这磨会变做这个形，嘿，你看，哇，色就出来了。真正是海的色呢，而且你这顶吼在照时阵吼，伊佫会变化呢。嘿啊，好看。变化万千安尼啦。这嘛是算讲是较大件的这种作品啦。对啊，我是感觉，若是家己一开始要用的时候，会用个参像你甲我教的这种嘿，较细项的。这样是上简单的。轩哥，你看参像这困难的这艺术品，你敢有想讲要放弃？无，我想要带他走入全世界。行去国际。就算借钱，我也要做这件事情。哇，了不起！这是轩哥对于艺术的坚持。